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发挥着威力，强度是逼近着寒流的顶级。今仔日透早，12个县市拢来发布着低温的警报，部分的地区嘛出现着10度以下的低温。虽然拜三气温就会回转来，但是气象署讲，后一波的冷空气拜五就会搁到位，到时阵除了震寒，嘛会落雨，3000到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阁有可能会来落雪。 小小咸糜一日庆烟，真适合伫遮寒的天气来一碗。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，台湾有真侪县市拢有低温的特报。今天、明天的天气是比较相近，都是属于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。那在明天的晚上以后，后天呢，其实可以看到啊，在台湾地区的风向慢慢转成比较偏东风、东南风的形式要开始了。 这波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北部地区气温上有感觉，拜日透早温度拢真低。外岛的马祖、本岛苗栗今日透早拢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，强度特别寒流的顶级。拜三气温会回升，也毋过，干那到拜四尔，拜五又有一波冷气团会来，温度会搁降低。拜六透早温度恐惊剩10度。那现在台湾附近这边的云量是比较属于低云的形式，不一定所有地方都下雨，可是其实水汽上面来说，以中部以北地区表现是比较多一点的。那现况来讲，比较会降雨的地方呢，是北部比较偏基隆、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。这两波冷空气拢有水汽，头一波中北部地区落雨较明显，第二波全台湾拢会落雨，气温加上水汽，中部以北的关山有可能会落雪。今天、明天3600公尺以上山区是有几率下雪的，加上温度跟水汽去配合到。 那后面的这一波呢，在3月1号以后，主要3月1号到3月3号清晨，中部以北地区3000到3500公尺以上的山区也有降雪的几率。两波低温小连续来报道，除了中部以北将面临低温，中南部乡亲要注意，明日的温差真大，咱乡亲若要出门，上好爱炸雨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